啲掌聲大家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各位嘉賓、各位學員同埋各位朋友仔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晚詠拳館20週年嘅晚宴啊！借住你哋嘅掌聲，歡迎今晚嘅主角出場。我怎會輸不起？因決心就是真理，我不需作英雄，也都可以落在其中。我不怕掉眼淚，緊記得教誨精髓，跌倒加倍追，永不失進取，當鍛鍊人生有的精彩。活着從沒畏懼，轟出榮耀再高舉。今天一起揮發汗水，個個鋼鐵鑄的身軀，犧牲幾多總有獲取。強人從來頑強沒顧慮，雙手爭取也用雙腿，攻攻守守未怕累。極走心魔一切着火，我說你永遠打。咁我喺今日呢個時候呢，我就宣布呢，我就掛套退役啦。雖然呢，我喺比賽路上退役，但係呢，我呢副戰鬥機呢，其實只不過係由一個跑道轉去另一個跑道啫。我係由運動員退居去幕後，因為我有一個更加重要嘅使命，就係要推廣香港嘅搏擊運動，同埋培育更加多年輕嘅搏擊運動員。最後啦，希望各位年輕人呢，勇於嘗試，只要你哋有夢想，一定做得到嘅。我向師傅啦，向師母啦，同埋各位教練咧，一定會為你哋開山劈石，為你哋開路，等你哋可以圓夢。Win over yourself。咁去到今時今日嘅20年，我點解會繼續去堅持咁樣去做呢個咁樣嘅搏擊事業呢個咁嘅運動？我係想講話，我經過咗呢20年嘅洗禮同埋我嘅修行，我揾到一班真正志同道合嘅朋友，一齊衝、一齊去拼嘅，一齊會向目標進發嘅朋友。呢班朋友就係你哋，你哋令到我能夠繼續開詠拳館，繼續向20年、21年、30年，甚至將來一齊咁樣去做呢個營運呢個生意，一齊去努力去營運不同嘅事業、不同嘅行業。因為我相信同埋堅持知道，一隻手掌拍唔響，我哋要合作先會成功。詠拳館以永不言敗、永不放棄精神，繼續永遠發揚光大，永遠發光發亮，好唔好？